日本一个84岁伫台湾出世的妇人人宣子阿嬷，一直拢有想要返来台湾寻根。今年3月11日，有伊的后生陪伊返去到云林的好尾细细看看咧，总算是互伊找到80当前咧开药房甲仪器行的旧厝，互伊心内真感动。经过80年了后，重新搁行伫云林好尾的街仔头找过去的老厝。1941年伫台湾出世的宣子是原生的第2代。过去因为老爸是医官，捌伫高雄甲云林好尾大过。虽然4岁时二战结束返去日本，却一直会当返来好尾找老厝的梦想。他说非常讲不出的开心呐、他一直的梦想终于今天能够实现了啊！从4岁回到现在，他84岁嘛。宣子讲，伊伫1992年捌和因老母返来台湾找老厝，毋过无成功。去年结束伫日本药局的生理了后，搁一届和后生来台湾嘛无找到。11透过好尾糖厂厂长的协助，总算顺利找到过去的老厝。你讲他们药局生意很好，客人都常常来这边买东西，特别是这些是挡塞他会很怕，可是他知道狮子挡完客人就到他们家搞快食到好尾糖厂做的二砂糖，宣子讲这就是细汉的时记忆中的味。因为过去已经知影老厝伫好尾糖厂附近，所以这届才会透过台糖的游客服务中心来协助，拄好拄到真会讲日语的好尾糖厂厂长苏建元，才互伊顺利完成梦想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